2026年，地球將會開啟60年一度嘅赤馬紅羊節模式，啲富人都已經提早做好咗準備，你呢？做好咗迎接嘅準備未呢？最近好流行嘅一首歌，有計劃嘅人會係從從容容、游刃有餘，冇計劃嘅人或者會係匆匆忙忙、連滾帶爬。2026年天地會俾你安排點樣嘅劇本呢？你有冇興趣知道呢？自己同埋屋企人嘅身體健康、生活嘅幸福與美滿、事業嘅成功與否，係應該順勢而為，迎嚟改運翻盤，仲係破局，避開拿破崙嘅滑鐵盧。啱啱過去嘅新冠疫情，俾我哋睇到好多人嘅財富經唔起磨礪，好多人都喺度等緊一個翻身嘅機會。下一步我哋應該點樣做部署呢？